咱要开始今日的敬拜。全地啊，就对上帝欢呼，就唱欢喜的歌来敬拜上帝，就唱歌阿乐上帝，就知上帝是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属着伊，伊是咱是伊的百姓，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的圣殿的门，就用阿乐进入伊的圣殿，就感谢伊阿乐阿乐伊的名，上帝继续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用圣诗250首，就阿乐主上帝来阿乐上帝，请起立。你
定恁的天甲水，恁拢着来学路，因为上帝出水万有拢受创造，伊将永远献出伊有定的无话为我，伊这是阮大美，为甲阮无定路，手把手徛在枝线顶所有花草，也受白鸟，精心通通着落伊命无煞，着情人梦有生命，那些人都有，拢对主，我有称赞，因为主名尊贵无限，都以国为真心，眼光半地天月，伊有现真定错伊清淡无悔，伊说恋爱，主的行之面着主我人生。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应更归心被上帝，应更献给信心三位一体，在地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阿门，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应，今日启应文是出自箴言第8篇，启应36，箴言第8篇。我来启，请大家应。着听智慧的得救，聪明的伫出声，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徛伫十字路口。智慧伫城门口，伫人的出伫所在大声喊。众人啊，我叫恁；世间人啊，我对恁讲，戆直的人啊，着发失精明。有憨的人啊，着聪明。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要论正直的代志。恁会伫创造的起头，上帝先做我。自古以来，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对结构造伊做我。
我出世的时，又要有清冤；嘛又要含样。我出母体的时，大山也无受造。小山万有的天迄时大地甲田野也未创造，连对京东一个混沌嘛也未有，也未安置穹苍，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迄时我已经伫遐，伊伫空中布置云彩，互清明的水泉清出来，甲海顶界限，互水袂漫过界，互大地的地基。迄时我已经伫遐。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头，逐日互伊欢喜。我不是伫伊面前欢喜快乐，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当我的囝着听叹我，尊听我堕落的人真有福气，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毋通拒绝。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因逐日伫我的门口底等，伫我的门边底等候。找我的人就是找到生命，以以为地上主得到恩惠。这时，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至圣的上帝，当阮到你的面前，额头伏落伫敬拜你，学落你的名，恳求你用你的阳光灌溉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敬拜。人民人的主啊，当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过失，常常得罪你，独独你知阮的歹，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啊，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带念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求你教示阮知家己的歹，求你洗清阮的过失，求你的神提醒阮，互阮有清洁的心，定一个灵，日日伫你的光明中，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互阮欢喜时常跟对你，服侍你，来荣耀你的性命。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要来读上帝的话语。今日的圣经是出自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我会先读现代台语的译本，过来读好好本的小字本。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有一遍，耶稣徛伫革尼撒勒湖边，有一群人快活去要听上帝的话。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掠鱼的离开船的西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上帝上迄只船，叫伊过较晚离开岸，然后坐落去，对船顶驾驶证人。耶稣讲煞，对西门讲，甲船过去深的所在，拍网落去掠鱼。西门应讲，老师，阮拼规暝拢掠拢无，毋过你就会讲啊，我就来落网。因一去
放落去，网就真济鱼，网煞将强要破开，因握手叫别个船会同伴来斗骹手，因就来将鱼底伫2只船，底到满满，煞强要停落去。西门彼得一个看到就跪落去耶稣的骹前讲：主啊，请你开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西门甲伊的同伴因为掠到遐济鱼，真着惊。西门的同伴提比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嘛真着惊。耶稣甲西门讲：毋免惊，对打以后，你会得到人。因拖船靠岸了后，将一切放下，去对耶稣。现在我以和合本修订版再读一遍《路加福音》5章1节到11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2只船靠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在船上教导众人。他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第6节，他们下了网，围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手叫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对打到这一网鱼的都很惊讶。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愿伊的话语启示阮。这时要学老，因今仔学老的诗歌是拣选。从家书
今日是玉山新城医的主日，感谢大溪教会吕宗仁牧师代表学院来本会请安敬道。这是要请吕牧师来敬道，伊要敬道的题目是“得人那得鞋”。黎明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是这个玉山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学院有派我来到这个所在，来为着新学院伫遮甲咱大家请安。现在咱知影这个玉山新学院伊今年已经是成立75周年哈，75年。所以伫这个花莲的所在，鲤鱼潭边真水的一个土地伫迄个所在来为着遮原住民的教会，遮信徒来培养原住民的传教者，所以通讲因会当伫原住民的遮教会中间，通成做上帝的萝卜，通成做上帝的工人。所以今仔日我要用得着人亲像得着鱼这一半来甲咱大家三甲勉励，希望咱要安怎样来支持这间的学院，互这间的学院会当来训练一寡得着人亲像得着鱼迄一般的工人会当伫这个原住民的教会来做真好的事工。咱同心头来祈祷，主我们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我也知影，伫这个疫情真正严重的时，阮阁会当用这个网络顶面来直播的方式，伫逐人的厝检查阮的心，也真惊吓。总是阮犹原会当伫礼拜日的早起，伫逐人的家庭来去做祭坛，伫电视的这个 IC 的头前。透过这个直播，会当来做礼拜。主，我要将这个时间仰望上帝你的手中，愿主你将平安下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也会当互阮透过这个礼拜，毋但干那互阮得到平安，阁会当互阮的心灵通来得到医治，也会当互阮早日来脱离这种疫情的困扰，通互阮台湾这个岛屿真正会当伫主你的内面得到上帝你的拯救。但我伫你面前，要将下早起这个讲台，恭敬仰望伫上帝你的手中，愿上帝你亲自赐福带领。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拄则已经有针对这个今仔日的这个讲题，咱有来读路加福音第5章的第1节到11节。伫这个圣经的内面，咱通伫这个伫这个 PowerPoint 的内面，咱会当搁再一遍来回顾。这个圣经就是安尼伫咧讲，当众人拢围过，伫听上帝道理的时，耶稣群我伫今年撒利河的边啊。有看见2只船伫湖边，讨鱼人离开船，伫咧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去，就请因将船放较开，就坐伫船里来驾驶众人。因听煞了后，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就应讲：先生啊，阮通暝着磨，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阮就要拍网。因拍落去，就为着鱼真多，网到灭哩，就约别只船的同伴来斗相共，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到灭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趴落伫耶稣的脚下讲：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人。因为西门甲当地的人为着因一
这个拍落去所掠到的鱼，毋那戆影西门的东伴西比泰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这碟了后，你要得着人。所以伫这个所在，咱通看见，因离开因的船，靠岸了后，就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为什么因会这么正紧就来决定讲，因愿意放掉因所以外的这些物件？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勇敢的来决定，他们愿意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其实，当我们知道，当耶稣伫咧呼召人，要互人得着人，亲像得着鱼的时，其实咱每一个人，拢已经被耶稣疼的梦来梦着，所以迄个梦拍落去。毋是干那钓鱼，伊会当钓着人，就是耶稣基督伊用疼来甲咱每一个人来忘掉咧。所以因为咱伫生活的中间有耶稣的疼来甲咱忘咧，所以互咱会当为迄个疼来帮助咱，来去应对，来去实践，来做得人如得鱼的呼召。所以咱是毋是有真正伫咧委身伫基督？咱若无安尼的使命，咱就无法度来互人亲像得着人，亲像得着鱼安尼。所以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有耶稣疼的梦来甲咱围调咧，咱就爱伫遐委身甲耶稣基督同工，互咱通知影，咱所做就是要照上帝爱。咱来做来做，其实咱知影传福音有真侪方法，就上早的就是安尼去分传单，或者是有人伫咧做个人的担当，一个带一个安尼来带来到教会，然后有人用报道会来一遍来修行做一个报道家，伊就安尼一个呼调落去，就要有2000人、3000人来信主。当然，平常时都爱邀请人来到教会，也是当互咱透过最真侪社区的义工，通互咱这个基督徒好的表现伫人的中间，互人通知影来到教会会当得到上帝的疼。当然，有人将这个福音的工作，把它类比作传销。所谓传销，就好像人伫咧讲的鸟鼠仔会安尼，一个传一个，一个揪一个，上线拉下线安尼揪的，互伊一大竿安尼，所以用安尼来伫咧传销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消息。现在有人嘛会听过这个幸福小组，即马真侪人拢用这种的方法来伫咧训练门徒。一个真好的，就是人伫咧讲一个小组的内面3个月了后，就有人会来信，会来洗礼。所以这种的方法，兼在伫咧人的中间，是一种的关心，是一种的关怀。所以有人在做一个统计，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透过6、7次的聚会，可能就会决定要来受洗。所以现在伫咧一边的幸福小组3个月来这个实行了后，这个小组内面就3个有5个就各自来洗礼。因透过一遍。小组3个月内面10几遍的聚会内面，因就会当得到这个未信者来到教会。所以这拢是一种的关怀，这拢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当然，阮大去教会伫咧配合新堂落成了后，阮嘛有开始伫遐来举办，亲像这个赞美操
的活动或者是阮有办过即个儿童的暑期，或者是夏令营，或者是遮个即个周末营，阮有办遮个囡仔儿童的活动。阮嘛上时有办即个老人的关怀的即个活动。所以，不管是对妇人人也好，社区的妇人人，或者是囡仔，或者是老大人也好，阮拢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来引带这个未信者来到伫上帝的圣殿，伫遮来正做基督徒。所以感谢主，互阮会当用这个方法来做传福音的一个工具。所以伫罗马书第1章第16节，伫咧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拢是互咱来想一个福音要安怎样来讲传，一个福音要安怎样伫咧未信者的当中，福音来正做基督徒。今仔日咱伫咧讲，新阿姨伫咧培养一个会当得到人亲像得到鱼的传教者，咱到底要安怎样来互人来伫即个中间来正做上帝的工人？咱要安怎样来推动？第一个，咱要来想，第一个就是要有深刻的体认。体认什么？要有深刻的体认，我欠福音的什么债务啦？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人maybe 可能他的经济怎样发生了大的变化，有一些国家甚至好像要整个的国家要欠了许多的债无法偿还，所以因变成对一个举债的国家啦。所以欠债是一个真恐怖的代志请伫咧讲是安怎咱欠福音的债？欠福音的债是啥物？圣经内面伫咧讲，因为安怎？因为上帝欠咱，上帝欠咱是啥物意思？就是咱伫咧禁制颂扬人的时，箴言19章内面，箴言19章17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要记住那个帮助这些穷人，把钱怎样？借上帝来关心这些人所以上帝就会怎样？上帝就会找机会来怎样？来报答我们所以如果是按你来看的时阵，就是安怎？咱上帝欠咱咱若咧做好的代志的时阵，咱咧做善事的时，上帝就欠咱的债安尼。上帝安怎？伊会伫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时机、无共款的方法，伊就会来行咱。总是。毋是干那，拢是上帝欠咱，咱嘛有欠上帝啦。这个罗马书第1章14节到15节，罗马书里面所谓的福音的债，其实是说什么？是欠人的债，表面上是欠什么？是欠上帝的债但是是怎样？实际上我们是咱有欠啥？欠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恩典互咱就爱来安怎？来甲回报。所以得到恩典的是咱。咱会晓，是毋是会晓来甲伊安怎？来甲伊用福音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来幸福上帝。所以咱基督徒对伫遐还未得救的对象，咱是毋是拢甲伊看做是咱欠伊？咱若无甲伊传互伊的时，咱安怎？咱就对不起因所以咱若有即种的热情，咱就有法度将啥？将这个也未信的人，因的灵魂得救，咱看做要紧。保罗咱也知影，伊是一个真热心伫咧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总是咧，当伊也未互主拄着的进前，伊安怎？伊是犹太教的圣经学家，所以伊真认真去对传统的犹太教的律法的顶面，伊非常的啥？非常的认真，所以伊是一个高材生，伊对伫神学伊真正研究。若是人伫咧讲，伊若无去互耶稣掠着的进前，伊若安尼搁再发展落去，伊的确真做一个啥物
成做一个真正出名的一个学者。伊嘛会当成做一个这时头，干脆是经学士。总是咱也知影，伊刷去互耶稣，国外耶稣拄着了后，伊安怎？伊才伫迄个所在来改变。伊伫遐对伫耶稣基督，伊大发热心，他愿意为着传福音的缘故，冒死他都愿意。所以他有一句话说：“无论对什么人，我感觉我都亏欠他们的债。”所以尤其咱也知影，伊也未讲做耶稣的这个门徒的进程，伊拢伊用啥物掠基督徒最欢喜的事啦。甲因落伫咖喱也好，甲因用石头钉也好，因拢安那，伊拢感觉真欢喜。所以当伊成做基督徒了后，伊感觉伊拢欠因的债。伊较早伊所做的是毋对，伊伫遐深深悔改，所以伊伫个即种的福音的内面，伊会当成做一个福音的一个使者。所以伫教会服侍的顶面，咱每一个兄弟，是毋是有即个精神？就是讲，毋是干那我信就好。尤其伫个家庭的中间，咱就知影一个人信主安那，全家因为伊来得着救。为什么会安尼？即个人，伊若无有即种的负担，我信我的阮兄哥做伊的代志阮囝伊也要信伊大汉伊家己教会。若即个人是安尼的话，我相信伊无有迄个感觉，伊欠因遮的人的债。伊就安怎？伊就袂有传福音的热情，伊就无法度得着人，亲像得着伊。所以伫教会内面，咱就爱有即种亲像保罗。迄个欠债的也袂听袂信的人，迄种福音的债，咱才有迄种的负担，愿意将福音来传福音。第二，就是爱有坚强的信念。上帝伊要完成对敌人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咱拢知影。其实咱就爱培养，就是咱有迄种的责任感。这虽然是上帝救恩的计划，是上帝的工程，咱定定咧讲教会是上帝的，所以这个教会的传福音的代志是上帝的代志。兼且这安尼是对，总是咱是上帝的工人，所以咱是毋是有迄个责任来帮赞上帝来完成救人的计划？这个责任也无。耶稣伊伫遮用3个譬喻，就是要显明，若无接待罪人，就是安怎？就是得罪上帝。第一个就是失去羊，伫路加福音15章的内面，因为伫咧讲，你们当中谁有一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99只怎样，赶快去把它找回来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只有一只走掉没关系，我还有99只啊？所以你如果过于安乐的话，迄一只伊家己安怎？走还阁走回来啦。兼且教会嘛是安尼，这遮个久久无来到你教会，遮个迷失的羊兼且伊会走去别间教会，兼且咧伊拢无去教会佮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教会嘛有一寡安怎，嘛有一寡兄弟姊妹全唔敢来教会，讲惊伊去传染嘛。所以因宁可伫家庭的中间，就成做一个安怎，无去教会的信徒啦。所以伫遮个失去羊的这个，咱有要紧要去甲找倒转来啊无？总是遮伫咧讲羊，遮个迷失的羊，就哪亲像入伫罪中间，失去一只就是安怎？一只失丧去一只安怎变成做有可能会伫伊的失迷当中来丧失生命。所以迄99只，兼且伫个保护的内面是安全的，所以暂时无去甲料理无要紧。迄一只若无去甲顾，迄只安怎？迄只就可能就来失去。所以为着迄一只，咱就爱赶紧做一个好的牧者，就爱赶紧。去甲伊找回来，这就是失去羊。所以在罗马书3章10节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怎样？为他欢喜，比那个什么99只不用悔改的更怎样？更
欢喜。其实毋是讲迄99只无重要啦。换一句来讲，毋是讲乖乖牌的上帝无咧看呀，是安怎？是因为恁是安全的。迄一只是安怎？是咱若无去甲顾，伊就安怎？伊就会死去的。所以这甲咱即马伫咧看到迄个疫情共款啊，咱依然即马是提升在准3级啊。啊，毋过你来看，伫咧艋舺也好，伫咧泸州也好，已经安怎？已经是3级的了。或许在那当中隐藏的病毒非常的多，因为在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散布了，所以那边就更加的紧要。所有的一切的什么防疫的工作要重点放在那里。所以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防疫的工作是这样，我们看到羊失去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所以咱就有迄种的责任的心，甲伊讲，迄个丧失的迄只，咱若无去甲顾，就安怎？就有可能会丧失伊的性命。所以咱宁可甲这99只先甲伊放伫圆圈圈内底啦，哈，羊圈内底，毋是讲任伊去走啦，毋是啦，哈，我们把它照顾好，把它放好了以后，怎样？赶紧去找那一只啊！所以赶快啦，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咱先去甲这个要紧的所在先甲安怎？先甲拍火，先甲安怎？先甲翕落来，啊，然后其他的。家的，不是讲拢卖插的，是安怎？我们还可以怎样？还可以先放着，我们就先放着。所谓的什么是有什么轻重缓急，所以这只样是赶紧的、紧张的，所以咱都爱紧做。失去钱同款，这个钱嘛是伫咧讲一个福音人哈，罗家福音第15章讲失去这个钱呢，若找无到，就爱安怎？赶紧安怎？赶快打扫房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不是讲这个人爱钱啊，是安怎？是咧讲迄个失落的感觉。你若相信，你若一个物件失落去，你嘛足想安怎？要赶紧甲伊找着。不过咱有迄个经验吼，若找袂着吼，你安怎找都找无。其实伫你的头前尔，你嘛是看袂着。迄个时阵，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安怎？囥咧满家找，祈祷了后，无注意的时阵，就伫遐啦吼，就看到了。不过这伫咧讲的，就是讲人着急的心啦，那个责任的感觉，无去要赶紧去甲找出来共款。所以咱即马伫咧疫情的当中，嘛是赶紧要甲迄个源头赶紧来去甲找出来，因为早一日找出来，就会当早一日封治啦。所以你若感觉反正破病了，破病就会来找医生啦，不是安尼，不是单一来找，咱你看去把它揪出来，去把它找出来啊，去把它找出来，然后来把它做治疗。所以这个失羊跟失钱的比喻都是啥，在讲心态迄个心态，你有看迄个最要紧无？你有看迄个失丧的灵魂最要紧无？还是安怎？你家己伫遮欢喜快乐就好，不是安尼所以失钱表示世间人安怎？真重视钱无毋对，毋过伫咧做中间去互安怎？即个钱去互伊买收去去互遮个引诱来花落去即个点灯去甲找即个，就是啥？就是咱就爱照着耶稣基督迄种的世上的光咱才会当甲找着。耶稣就是光啦。所以照着伊，就会当将这个失迷来安怎来甲伊找倒转来。所以今仔日找着了后，就会当当心欢喜所以相信这个疫情，都爱找着了后，咱来甲伊治疗了后，咱会行行才会安怎？才会平安呐。若无你做你淡只米外口伫遐安尼你拢无要去甲管安尼，你永远嘛袂平安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拢主，就是失人呐，还有一个失羊，第失钱，第三个就是失去人啦。这个拢主就是失去的人啦。这个就是咧讲爱失而复得的喜乐。甲咱讲，这个拢主无哪亲像啥？因为这个慈爱的父，这个上帝伊的主爱，要互遐个虽然伫遐做违背违家，总是安怎，伊也阁会当转来的人来得到救。
所以这个伫龙珠会头的三个故事，一个大汉后生，伊就是那参像啥自以为义的什么法利赛人。咱常常嘛咧想讲啊，我无遐歹人哦，我像迄个人安怎啦？伊拢唔来信，你看我一个来信安尼吼，自以为良好，但是安怎伫咧遮，却意识上啊，这三个内底感觉安怎是上界歹的，当家己感觉好尔尔，结果是安怎？这个细汉囝就是安怎？是罪人，伊家己承认伫咧这个罪中间。这个龙珠的这个老爸就是天父上帝，所以伫遮咱来看囡仔的拍算就是安怎？伊拢为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想法，伊伫遐拍算讲要安怎样来行家己自私自利的做法，总是细汉囝伫咧伊的老爸也未分财产的时，伊就用家己的方法，所以咱常拢用家己的方法来离开上帝啦。无行上帝爱咱行的道路啦，无照应该行的来行，所以来得罪上帝，伫遐放荡。总是这个细汉囝，因为安尼来对了，所以伫迄个中间，咱能看见他是怎样自作自受。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现在得到疫情的人检测啊，你怎么挂？迄个喙拢个无挂好啦，恁就拍走啦，恁就安怎啦？可能就是什么自作自受。检测咱会安尼来讲，认为你无12岁安尼，无有一个人爱啦。我相信，无有一个人爱去感染，嘛无有一个人爱去甲传染，咱拢无爱。总是安怎？伫迄正的代志的顶面，咱通看见主爱的上帝要安怎？要伫即个中间施出拯救的手。所以即个细汉囝因悔改了后，咱会当看见即个老爸安怎？不计前嫌呐。所以，咱对伫遮的确诊的人、传播的人，我们也应该怎样？像这个慈爱的父一样我们要施出我们的怜悯我们也要原谅他们。只要怎样，他们能够得医治，我们也能够得平安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来反省。所以，当这个细汉囝，伊上界重要就是讲，好，我要起来，对，你爱悔改当迄个你离开教会了，你就爱悔改安怎？爱转来啦。当因转来的时阵，上帝又安怎来接纳因？咱唔通亲像即个大汉囝伫遐人来了后，搁讲你莫来，你免来怎么样？还把他拒绝了。反正是怎样？反而是怎样？反而是要施出怜悯的手来帮助他。所以父亲的大慈爱，我们可以看到他个怎样？他该走去。甲伊摸地，搁甲伊滴针，当然咱即马袂用针啦搁针咧袂使毋过咱我们要在心里面怎样？我们还是要接纳他们然后饶恕他们一切的过犯用上帝给我们的爱，再次来接纳他们，照顾他们而且怎样？我们看为他来穿上那个最好的袍子表示是什么？公义的冠冕让他们不再在罪恶的当中再沦陷了这个戒指呢，就是表示什么？圣灵的印记把它戴上去，用圣灵来帮助他，然后穿上那个救恩的鞋子让他们带着平安来走他们人生的道路把那个牛牛犊啦让他们快乐的怎样在那当中享受。所以这个拢是咱会当看会到的，上帝要为咱备办的。所以今仔日不管咱所行所做是安怎，咱的兄弟姊妹中间因所行所做是安怎，咱拢会记得。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咱有迄个机会将救恩予因的时，咱就爱安怎？咱就爱伸出咱的手来接纳因，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咱莫阁像这个大汉囝安尼自以为是安怎伫遐阁甲因安怎？阁甲因拒绝落伫批评的中间，落伫这个啥？落伫这个责难的内面若安尼，咱的社会永远得袂到平安所以我们不要去藐视这些悔改的人我们要怎样再一次让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对神就会对你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孝顺，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啊，这是神所要给我们的。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传福音要完成的3项的使命，第一个就是让人的灵魂得救啊，特别是这些未信主世上的灵魂，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什么？神的爱，神是爱他们的啊，神的爱临在他们的身上，不管他们以前所做的是什么，因拢有迄个机会来定心得到上帝的疼，只要伊会当悔改。第二就是要互地上的教会来得到成长，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望今仔日咱的教会伫个地方的顶面，咱唔通成做别人的什么塔盖，咱颠倒是爱将大门开开，然后将得救的人，上帝安怎会赏赐伫咱的中间，互咱每一个人会当伫个教会内面做即个传福音的使者，会当伫即个所在来宣扬上帝的疼。最后一项就是上帝国的临到，就是会当互咱照着传福音的目的来，互遮的罪人来得到悔改，来互遮的侪人来进入教会，基督的恩典通来得到扩张。这是咱伫今仔日。伫遮个信息的内面，望咱拢会当看会到的。所以伫主的内面，同齐来努力，也通互即个疫情会当得到早日的即个平稳控制，也会当互咱的教会无伫即个中间来失败，等到靠着耶稣基督的快乐，会当互咱来得到人亲像得到鱼。咱三个头来祈祷，主，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愿主你会当成做阮的帮助，通互阮所行所做，真正会当合入上帝你的旨意，也互上帝你透过阮成做你的器具。虽然阮是愚戆含慢，阮是污秽拉散，总是主，你要将这个权柄下伫阮的手中的时，主啊，你就要用你的圣神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当中。主啊，求你也甲阮教会三合一的，也会当互阮每一个人透过教会来养饲、帮助、造就、圣化。来帮助阮伫社会顶面来见证上帝你的名，也互侪人透过教会来看见上帝你的救恩，拯救阮来脱离即个病痛，脱离即个疫情的即个捆绑，也会当互阮伫早日会当来脱离即个COVID-19 的即个困扰帮助阮会当互阮。来得到平安，得到上帝的拯救。阮安尼伫你面前恳求、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以信息551首，好胆认基督，来回应为上帝的话语。
这时，因为今日是线上直播，所以无咧现场收奉献。因为不过今日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有感动的会友，你会当讲咧周间将钱送来教会的办公室，也是你嘛会当用教会的邮局账户来奉献。奉献时，请你用画面顶悬迄个账户，嘛会当咧周报的顶悬找到这个邮局的账户，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教会这个账号。请你咧汇款人爱做注明你的名，搁用途，安尼会计才会当收奉献，收甲知影讲是向奉献，希望大家的感动会当互玉山神学院会当有好的奉献，来继续来培养新的传道人。这是要来报告。现在我要来迎新报告。报告以前呢，阮来读今日的经句。今日的经句是出自《路加福音》第5章第10节。先用现代的台语译本来读一解。西门的东坡，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嘛，真着惊。耶稣甲西门讲。免惊，他必要你要得着人。和本，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英雄，这是要来报告，报告的事项有咧画面那顶悬拢有，头一项是。今日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感谢大溪教会吕牧师来代表神学院来报告请安。请会友关心本种的神学教育，关心大道，搁奉献。第二项报告是5月13暗，小会有开临时的小会。因为即届肺炎呢，COVID-19 的即个病毒在台湾本土传染为着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小会决定停止教会所有的活动礼拜就改成线上直播，等到这个防疫中心宣布可以再聚会，我们才恢复实体的聚会。那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个决定的事项，请大家注意。第一个是线上直播，线上直播通通改成合堂直播，也就是主日上午9点半开播。我们是台语跟华语混合并用。那因为现场我们希望只有最少的人，所以呢，只有主礼的、司礼的、司琴的跟影音的同工在场，其他人都不要来教会。那如果你家里没有办法看到直播的话，你可以来教会直播的现场，就是我们有3间房间，每一间房间可以大概坐5个人，你可以到这个房间来直播，跟我们一起参加礼拜。那其他的音乐侍奉等等，我们都会用这个录影的方式。那所以我们所有的聚会停到6月8号。那野外礼拜呢，我们也延期办理。我们已经通知那边，其实那边孙理莲营地也打电话来，知道说可能没有办法办。那下面因为到6月8号前，我们还有其他的单位来请安报告，所以各位的奉献，我刚刚已经宣布过了，请你们用汇的，或者你们在周间把奉献拿来放在信封里写好，交给干事，干事会请会计在礼拜天再来统计。
好，那如果你汇款，也请你用那个账户把名字写清楚。好，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本来下个礼拜应该是做和会来改选下一任的长职，不过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小会也决定暂停。我们有一个决定是说，因为疫情的发展，长职改选呢调整到10月社教主日以后，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忙60周年的社教主日，我们也不太容易有时间来做这个，所以我们就把它延到社教主日后，找一个礼拜天来。这个是依照这个教会法规行政法第97条的规定。那我们也把这个任期呢，从7月22号延长到12月31号。那小会会行文到中委会报备。那再下来是请团契准备下一季的活动。那至于活动的方式，我们希望尽量以线上活动为主，大家用 LINE 各种会议软体或者视讯软体互相请安开会。那我想，特别是年轻的一辈，你们大概都可以在线上开会，LINE 上也可以聚会。那大家在这个疫情期间，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多关心、多关怀。那有问题的，请赶快通知教会，那教会也愿意给你们最好的帮忙。那剩下来的几点，包括新的圣诗，你有机会来教会拿。那如果你5月报税，因为也延长1个月，所以各位也不用担心你的那个奉献的那个证明哈。那奉献证明都在你的11奉献袋里，请你们一定要拿。那肢体消息的部分，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因为疫情取消了，我就不再报告。除了31号，我们还不确定6月7号、31号，既然教会确定都取消了，所以我们就等各个团契、各个总会的这个活动的通知。所以请大家安心待在家里，能不出去尽量不出去，出去回来一定要洗手，要换衣服，保重自己。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过去。现在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祝福来恭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垂怜。当我们因为疫情非常的不安、非常的害怕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因为相信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正如那个沙滩上的话一样，在这个困难的期间，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走过，是你背我们走过。主啊，你用完全的爱看顾我们，让我们可以消除我们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主啊，求你让我们停止害怕，因为你是赐盼望的主。求你看顾我们居住的岛屿，看顾我们的政府，看顾我们所有在这个疫情中间主事的人、医护的人员，给他们智慧，给他们良善的心，给他们正直的灵，让他们能够抵抗因为疫情带来的压力，谦卑的成为你的仆人，因为有你的医治，只有你有医治，只有你有拯救，这是我们知道的，因为你是信实的。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还有在外面所有因为疫情生病的人祷告。主啊，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主啊，求你看顾，求你带领，求你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期间能够知道依靠你，因为只有你的带领，只有你的怜悯，我们可以脱离这样的困苦，可以得到你要给我们的安慰。借着你的安慰，借着你的爱，
们可以得到平安。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的怜悯。主啊，我们在这时候如果有种种的欠缺，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能力来支取，得到力量，来度过这样的难关。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走过这一段死荫的幽谷，让我们可以用单单的专心、爱心、信心、盼望，依靠你的拯救，依靠你的引导，依靠你的照顾，得到你给我们的平安，得到你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的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门求，阿们。这时要来上营了，要请牧师来祝祷。上营信息390首，欧乐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上帝，阮满心感谢你。虽然阮历经疫情的风波，直到阮有做惊吓，但是因为阮有主你通靠，阮无有任何的惊吓。主，阮也对今仔日阮所领受的求主帮助阮，互阮会晓伫适时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呼召。不管阮是伫咧阮的工作场合，是伫咧阮的家庭，以及伫任何的所在，主你拢帮助阮，会通真做敌人迄个欺负共款，互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真做主你宣告的使者，互侪人看见阮生活的好行为。伫阮的工作中，伫阮的所有的处事顶面，互侪人看见阮的行为，来欣赏阮，也互阮来欢喜，来跟对阮，来到对主你的教会来领受对主你来的听，甲对你来的祝福，互阮会通真做正人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已经成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阿门。谢谢。
咱今仔日的礼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平安，甲咱正三个地地啊，愿恁平安，阿免。